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阿爸！阿爸！阿爸！你把酒杯开看者，阿爸！阿爸！阿爸，你没死阿爸！阿爸，你没死！你没阿爸，我甲只有做你错。阿爸，你是答应过，你讲等你身体若好。咱怎么这样过人面前的日子？你是答应过阿爸，你真是阿爸，阿爸！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即摆回心的讲有啥物路用？拢是你啦！咱即摆人哦，你害死啊啦！你这对不起是要讲互谁听？你要讲互鬼听哦？别讲啦！啊，本来就是，你是要阻止我的吼？若不是伊吼，天哪也袂死啦！你是安怎？你要替伊讲话？你若是害死我的爸，你想要害死我的爸？你想要害死我的爸？你我卖错样都无讲是无？你这样卖爸你错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我是你的爸，你从来没有死过。求我，阿强，你叫我开始救我，求我把你让你开始，求阿强，我若真跟你说什么听得了？你要走，你走！阿强啊，好歹嘛是恁老母啊，伊不是我老母，我无这种老母。做亏你啦，一直希望你得我的小骨病，结果咧，你走，我无这种老母，你走，阿强，你走。求你，爸，阿爸。有多人是我，为什么死的人是我？天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讲咩啊？你跟我讲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才好？我到底是要安怎做？我之前应该甲冷静的，不应该是你又走倒来。王初已经看到我的压力已经足大。你也倒转来？我连死也无想倒，我倒转来是要问你一句。你为什么要拍死天花？为什么？天花即摆
嘛人去死，你满意啊？你满意啊？你敢对我已经放弃啊？你规日啊跟我拍戏，你跟我拍戏，跟我拍戏，跟我拍戏！你甲认真的啦！你听我无拍死，我拍死电话啊！你敢不敢？我今日你才看出你真面目，你的性格实在是有够弄荡。我就忘本，我当初为什么要对天后假存咱淡薄？我为什么要带你走？我家己，小哥，阿珠啊，记出来阿珠啊！小哥，你个去做的，小哥，进来，去看见我意思啊！进来，阿珠起来。秋萍啊，秋萍，你那安尼好无？你家己身体好无好啊？你老爸看到你安尼哦，伊嘛会唔敢，你知无？秋萍，阿爸是要已经走，啊，不过还佫有真侪关心你的人伫，大家一定好好照顾你甲志强。秋萍。无安尼啦，啊你若爸上疼的就是你，啊你安尼会行袂开骹啦，无安尼。嘿啦，啊，就拄着啊吼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你讲哪艰苦嘛无路用。放心啦，阮大家照顾你啦吼。真好啊，你就吼放心做你去啦。恁秋萍较志强，阮会甲伊看顾好好势。昨暗阮会念地藏经互你，求地藏王菩萨，带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看错啦，去来啦，会规空啦，强啊，志强，等一下，志强，等一下，你要倒啦？错别嘛，是我老爸性命，我们太报仇。你个娘在做，我啥命来做？我老爸叫错别害死，我报仇命钱。阿强啊，阿强啊，迄款的歹人吼，无记得你甲伊安尼咧拼命啦，交互警方去处理就好啊，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啦。你唔好安尼啦，卖了代志啦。志强，志强，阿爸已经无去，剩咱两个，你若阁出代志，你叫我是要安怎？你叫进来了好无？你叫命你哪子？阿爸时间这么凄惨，你叫我哪里来？都莫搞我，我一定要报仇。志强，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秋萍，你免烦恼啦，志强会伤袂要紧啦。
这天福死到咧可怜啊！这阿强我才袂晓想啦，伊毋拄若真正走去找蔡明王算账，是因无命哦。家己真是要安怎都好，我真是足烦恼。烦恼嘛无路用啊。老王啊，老王，这代志袂用搁再拖落啦。天福的案件，到即摆毋知办了安怎样？你会紧想一个办法，将歹人抓起来关啦。姐，啊，你是要搁做迄啥啦？你是要搁提示社会啦？准点嘛，不是我推辞啦，我老实甲你讲，是我，是我无够力啦。哈，无够力！哎呦，你当查甫囝无够力，你也敢讲哦？无论如何，你是警察的，啊，歹人先爱甲抓去关，你敢讲安尼？啊，你就是遐尔无路用啦，你永远拢有挂靠衫啦，规个官府卖做啦，改道啦，去卖馒头啦。啊，卖馒头啊？好啦，老王啊，天后是我向拍死，死甲足冤枉啊！你都要替他讨回公道啊！我不是不想替他讨回公道啊。尊敬，你是知道的，马公不是我的管区，如果要办，一定要先交给澎湖方面去办的。对吼，啊那安尼吼，明仔载咱大家来去马警甲行一转，看迄边啊是要安怎甲咱办。你讲啥物？叫我甲你去刑事所行一转？安尼无毋对啊！副所长，我也无犯法啦，借问你，你凭着一点叫我去刑事所？哎呦，你家己听迄几句啊！你拍死人，你无犯法，王天后你拍死呢？你哦，所做天拢有看，只是你走袂去啊！左明哦，敢做敢担当啊！食到遮尔济岁，家己做代志，佫毋敢承认。你讲这什么意思？好啦，伊讲的无意思啦，伊讲就是讲你拍死人啦。洪志伟，你莫咧讲话不天哦！王天后根本就不是我拍死，你为啥要侮辱我咧？讲我侮辱伊啦，好会气死人！你讲伊毋是你拍死，还无像拍死的哈？我入去王天后的病房的时阵，我看到是你啊！看到我啥？我都看到你啦！你敢有亲目睭看到我拍死王天后？你也查在证，你也敢在床哦！你要枉负我，至少要有证据。你无证据，就讲我拍死人，我向你怀疑控告你诬告哦！哎呦，讲要告我诬告啦！吼，迄天地颠倒变啊！明明是你做的，你讲安尼，我跟你讲哦，林秀官已经有承认哦，你讲你死人的嘴巴。秀官说是啥物？伊敢讲伊亲目睭看我拍死王天后？伊就昏倒起来，是要怎看啦？我你讲这句上对啦！秀官昏倒你涂骹，伊免可能知王天后是安怎要死的。你硬要坐哦？迄秀官的昏去是你拍的呢，煞唔知影是你将伊拍互昏倒，才将王天后拍死。你讲这是啥笑话？你我王大才想就知啦。好，莫搁讲，串件事，我话你也是相对笔录，若有啥物代志，咱来刑事再搁讲，吼，来，请。安怎？蔡明，你有承认讲你昨暝在12:50这个左右，你有去王天后的病房？啊，我要问你，你去王天后的病房到底是做啥物代志？昨暝3更半暝时阵，我发现着阮太太定定走出去，我就甲军中啊。谁知影讲军中到王天后的病房的时阵，我竟然发现着阮太太昏倒咧涂骹的。王天后拍你涂骹，你吐血咧。我想呢，两个为着什么代志起冲突？毋才会发现这个不幸的代志。蔡明哦，你上遐甘血无天呢？林秀官是你某，你一点仔都无带念，你规个要送互伊。组长，你无相信伊，这款人拢乌白讲的啦。迄林秀官有甲我讲过哦，伊的昏倒拢是伊甲杀倒的啦。毋管秀官安怎还讲的，我拢袂感觉意外，因为伊最近定定甲我冤家，伊心肝若怨恨我，所以将这代志拢撒在我身上。哎呦，毋是安尼啦，毋免搁辩啦，我跟你讲，看王天禄伊是安怎样啊死，阮警方甲检察官会双方继续来去调查，对啦。啊，你看这笔录有啥问题无？若是无问题啊，你会签一个名，先啊，转一个手印。好啦，安尼你会用走？所以，但是我跟你讲，等案件啊进一步的进展的时阵，阮警方随团你也随到，你绝对要跟警方配合，知影？小等下，组长啊，你哪会无家己也肯那要放伊走啦？
今日是笔录，等法院来检查出来者，正式是他杀的，我一定会去调查。哎呦，安尼袂赴啦！等证实是他杀，你才要去调查，人就走去啊！春天嘛，你放心啦，蔡明雄要是敢逃走，这就证明他是凶手，所以啊，你绝对唔敢走的啦。伊这款人伊就是敢走啦，等伊走去是要安怎？组长啊，袂去放火规山的啦！歹势，因为阮警方若无证据，阮袂用安尼做。哪会无证据啦？哎呦，那会讲袂起？啊，我甲因某林秀官就是证据啊！你放心，林秀官这个部分，阮会进一步去调查，阮会随时去注意嫌疑犯的行动。对啦，蔡明雄，你用会走？蔡明雄，讲安尼走甲遮伤势啦！组长安尼哪对啦？王天福是死到足委屈、足可怜的冤枉啦！你一定要想办法甲抓起来啦！组长，万求拜托吼！组长，阮拢知影这件代志是伊做的，即马敢来欠证据，一切麻烦你啊！组长，你放心啦，阮警方一定会尽力去甲恁处理啦。哎呦！阿姨，你请哦。阿姨，阿姨，我是丽玲啊。阿姨，阿姨，已经昏迷几落天啊，医生拢有来甲你看啦。伊讲哦，你只要休困就好啊，你无代志啦。啊是看是啥物代志啊哈？阿姨，阿姨，好啦，我莫问啦，你莫艰苦啦吼。阿姨，好啦好啦，我莫问你啦吼，我去摕物件互你食吼。我想要食，你唔免去客啊。阿姨，你哪会用无食物件啦？啊无，食糜好无？我食袂落去，免啊。你唔食物件，身体袂哪会好咧？好啦，我叫阿祖煮糜互你食吼。秋萍，你免烦恼啦，志忠伊袂有代志，伊真紧就精神啦。秋萍，为了你阿爸，为了志强，为了你家己，啊，搁为了我，请你一定要坚强，好无？我坚强，但是并不是为着你，我甲你一点关系都无。我迄天不应该遐尼冲动，讲出迄寡话。莫去讲迄件代志，好无？而且我也袂记你到底是讲啥物代志。你，志强，你真是，志强，阿姐，你有安怎无？你还会疼无？你放心，我无要紧。志强，你莫阁遐尔啊冲动，莫互我烦恼，算下只求你好无？阿姐，别项代志我会当听你的，啊，不过阿爸的事我一定爱报。这个是我来无报，我会对不起阿爸，对不起我。阿姐，敢讲你甘愿目睭紧紧，看蔡明用消完好我晓？我当然嘛唔甘愿，不过这项代志要用法律来解决才对啊。咱若甲伊拼哦，到时犯法的人是咱的。志强，你敢袂记阿爸对你的期待啊？你若为着伊来牺牲你的前途，阿爸前天之灵一定袂安心的啦。莫去惹这样的代志，好无？哈？志强，你也是讲了我唔对啦，你阿爸的代志交法律来解决。我相信警方一定互咱一个真好的交代。你莫阁去找蔡明雄，莫阁有恁阿姊烦恼，好无？阿姐，你放心啦，我暂时袂去找蔡明雄，
也毋过警方若要好啊办理这件案件，我赶快找伊算账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命是缘分，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小大姐，我不准你拜我爸，起码要欠你一支香。你无资格该念香，请你离开。小平，你走，我不爱看到你，我阿爸嘛不爱看到你。小平，我知影恁大家对我讲话足深，你无法度谅解我，也毋过请你相信我。你莫搁解释，我袂听。小平，你莫叫我，你无资格通叫我。我叫你走，你听无声。你无资格通叫我，你走！你莫爱啦，秋萍啊，较早讲哦，伊嘛是你的亲生老母啊，伊念一下香是安怎样啦？伊毋是我阿母，伊毋是我阿母。秋萍啊，秋萍啊，秋萍啊，哎呀，明明就恁母啊，你甲我讲毋是。啊，伊死你的时候喏，我已经4、5岁安尼，连你的抹牙酒我嘛食有着的。秋萍啊，不管甲安怎讲呢，啊你哦是伊爱10个花底疼巴肚生的，啊这份情你袂用个无承认的啊，秋萍啊，哦。秋萍，好。秋萍啊，你细汉温情，我已经甲你答谢。你即摆开始，连一点关系拢无。马上离开！你走！你走！你走！是安怎？你甲你叫咩啦？你走！我叫你走，我叫你走哈！志强，你走！你跟我走！阮家无欢迎你走！志强，你阿爸代志你替我解释。你免解释！阮阿爸小你。甲带面我害死，你也莫解释，就无法度洗成脸水果。你听我讲，这小才是误会，志强。我无误会。你甲带面友，我甲阮阿爸害死，你是凶手，你是凶手。我甲你讲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找你算账。你走。你随他走！你有没讲？丽玲，你有没讲？丽玲，你有没讲啦？我阿爸唔是凶手，伊唔是凶手啦！你是安怎要诬赖我阿爸是凶手？为什么？我无诬赖伊。我阿爸，我互你阿爸拍死，这是确实的代志，我无诬赖伊。我唔相信啦，伊唔是啦！阿姨，你去甲伊讲，我阿爸唔是凶手，伊唔是啦！因大家拢在讲白话，伊唔是啦！阿姨，你去讲啊，你去讲啦！
惨的啊！恁阿爸有可能就是凶手啦！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！你莫骗我，你现在骗我！我爸唔是凶手，你讲伊是，洪秋云是你的查某囝，你怎唔去甲我讲？你到底有啥物代志要瞒我？啊，老李，你欺骗我，欺骗我的感情，结果从头到尾拢是为着伊，你大家拢是为着伊来欺骗我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死嘛袂原谅你，我恨你！走！真正若走去跳海哦，喊着去了了，别安那啦。丽玲，丽玲。哎呀，这边啊，阿强，阿强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，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丽玲，你听我解释，丽玲，你唔免解释，我歹听啊！丽玲，我知你咧怨叹我啥，哪唔甲你讲清楚。不过，我嘛我的苦衷啊！你莫怪我好无，丽玲。我无怪你，我并无怪你，我只是无法度接受洪秋明是你的查某囝，我无法度接受啦。丽玲，我知影你会感受，也毋过秋萍是无辜的。你若要怪，你就怪我，莫怪秋萍。你竟然叫我莫怪秋萍？阿姨，是伊大张文化的心，文化的放纵我拢是因为伊，你竟然叫我莫怪伊！我问你啊，伊是你的查某囝，我嘛是你的查某囝，虽然我毋是你亲生的，嘛是你的囝。你讲，阮两个人拢是你的囝，文化这件代志，你是为伊，还是为我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是为伊还是为我？你紧讲啊！丽玲，我知影，你是为伊对无？丽玲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无后悔。好，你要为你的查某囝，你去啊！你去为你的查某囝。为着我毋是你的查某囝，我毋是你亲生的查某囝。丽玲，你安怎？进来，我记着伊，我刚想袂开，进来，进去。丽玲，陈云嘛，我著把代志处理了安怎？叫我安怎讲？吼，讲落去我就规巴肚火，气死人诶！讲迄警察偌无意思，你知无？迄蔡明王应该无爱甲收押起来，毋才对。毋是啦，讲啥物都爱吼，等咧法医来鉴定验尸了后，确实若是他杀的嫌疑的时阵，讲这案件才会继续甲办落。啊，讲安尼是啦，吼。遐个警察敢会去互蔡明收买，才毋清白。阿强，莫有白讲。阿强啊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那警察不是不办，他们是说现在所收集的证据还不够啊。证据够，人就走去啊。就对嘛，下老王啊，我嘛安尼想呢。啊，恁警察想的哪甲阮拢袂共款哈？这个，别让逃走，我别让逃走。阿强啊，阿强，你要倒啦？你是毋是要目镜？阿姊，你莫甲我管呐！我哪有可能无管呐？我不准你去。对对，我嘛不准你去。我甲你讲哦，恁老爸无伫吼，我拢爱甲你顾好。下恁两个规甲查喺房间仔底，啊甲顾起，莫互走出。哎呦，进口！莫管我，莫甲我俩啦！按后尾门，按后尾门。我不准你卖我吧，起码我欠你一支香。你无资格改变你。我看到，
朋友，把我阿爸害死。你是凶手！你是凶手！我跟你讲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找你算账。你走，你随他走！哦，哎呦！去叫老王甲志强来遮讲。哦，我来叫。俊南啊，啊你是去买啥啦？买一罐牛舌。哦，好，对，啊紧来食饭。好。来，食饭啦，吼。食饭啦！阿强，阿强，安尼做一只。哎呦，宝丁啊，你干嘛打我啊？谁叫你困到一只敢若死猪的？阿强嘞？阿强在上面睡觉啊。睡你个头啦，放屁啊啦！那有可能？啊？你讲啥物？大家拢讲我是杀人凶手。阿爸，王秋平老爸的代志到底是安怎啦？伊敢真是你拍死的，是无啦？地灵，敢讲你袂了解阿爸？我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？迄是大家要侮辱我，你千万唔能听你黑白讲啊！也毋过，丽玲啊，你莫听人黑白讲，恁阿爸唔是迄种人。对啦，丽玲啊，恁阿爸伊袂去做迄个伤天害理的代志啦，你也相信，知影无？丽玲，我甲恁陈阿伯、陈阿姆10多年的好朋友啊，我做人安怎伊上较了解，我绝对唔是种人，你也相信我，知影无？也毋过，咱阿姨伊都嘛安尼讲啊。你讲啥物？连恁阿姨安尼讲，伊人呢？即摆伫倒位？伊去王秋平兜啦，也毋过即摆是毋是还阁伫遐，我就毋知影啦。伊去王秋平因兜，伊有够可恶，这时阵又去因兜，我来找伊。阿爸。错朋友，即摆我一定要互你赔阮阿爸的命。阿爸，你有要紧无？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一时也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
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免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。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。